對於舊嘅單位進行一次重新裝修，都會大大咁吸引到準買家嘅目光。今日我哋嚟到鄰近炮台山港鐵站附近嘅康福園，參觀一個超過900尺嘅3房1套單位。大門口嘅玄關位旁邊做咗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而客飯廳係長方形，除咗可以令到家私靈活咁馬位之外，由於單位係用白色為主，我一入到單位嘅時候都有一種舒適嘅空間感。而喺業主口中知道係配上意大利嘅牆紙。跟住我哋就嚟到廚房嘅部分，係一個 U 字形嘅設計，保養上亦都非常新淨。而最令我估唔到嘅，業主呢個單位係有洗碗碟機。而喺走廊旁邊，第一部門係一個儲物室。而嚟到第一間房間，我會有一種好舒適嘅空間感。如果到你嚟入住呢個單位嘅話，你又會點樣打造你呢個專屬嘅空間呢？嚟到浴室嘅部分，如果唔講嘅話，仲以為自己置身咗喺酒店嘅浴室度。嚟到另一間房，成個單位嚟講，我會感覺每一間房都會有一個好舒適嘅活動空間，而且呢間房同埋主人房都有對流窗。現時業主叫價係1400萬。若果睇完條片之後都覺得呢度可以作為你嘅安樂窩，不妨聯絡我，我哋親身嚟參觀呢個單位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浴室。